台海局势真紧张，外国媒体报讲，中国已经有材料向来拍台湾，上好的时机是伫咧风台来进前的上半日。川普禁止哈佛大学收外国学生，欧洲、亚洲出名的大学提出种种优待，要趁机会抢人才。瑞士安尼比苏山隔壁的石头甲土木因为软化开始娘，为了安全，当地撤离300个村民甲动物。观众朋友你好，欢迎收看公视第2台新闻世界通，我是曹有欣。中国伫咧台海发动联合战备警巡，咱国防部侦测到27架战机甲无人机下过中线有18架。台海局势遮尔紧张，外国媒体《金融时报》就报讲，中国已经有材料向来拍台湾。香港、南华早报甚至是讲上好时机是伫咧风台来进前的上半日。台海情势紧张，国防部27发布侦测到中国歼10空警500种各型主涵虎的战机和无人机，计共27架次出海，其中18架次超过中线甲伊的沿长线，进入咱北部、中部、东部甲西南空域，配合中国南执行联合战备警巡。国军运用联合勤监侦手段，严密掌握，并检派任务机、任务舰以及岸置飞弹系统，适切应处。国防部也掌握到中国29要发射运载火箭，按算会经过咱国的 ADIZ。面对中国加大侵扰台湾的力头，外媒《金融时报》引述台美消息，讲解放军有由兵转战的能力，会当随时对台湾发动突袭。俄罗斯要攻打乌克兰的时候，他也是借口动员10几万人，然后进行演习。但是演习结束以后，他并没有撤离，反而是对乌克兰发起行动。它其实是类似的这个思维跟逻辑的，对任何的大规模行动，我想，不论是其他国家或者是台湾，都应该加以密切的监视。另外，香港南华早报报道讲，解放军若攻击台湾30到40大关键基础设施，台湾本岛就袂当正常运作，安尼就会当免战就赢。而且上好的侵犯台湾时机是伫风台来进前的热人工作日下晡。不过，学者质疑讲，中国选伫风台天登陆是非常困难，研判中国利用飞弹破坏咱关键基础设施，要假做是风灾来打击民心甲士气。总统也强调27接见欧洲议会议员访台团，致辞感谢欧洲议会为台湾发声，关注台海的和平稳定，并且讲台湾是印太地区的关键民主伙伴。And that's why I think it's so important that we have good relationship and also show China and Russia that we have good relationship because it's a part of the defense that we actually stick together. 欧洲议会议员丁和瑞甲博斯纳拢强调，台湾甲欧洲的处境相像，民主国家爱团结，才会当保卫民主。公司新闻采访报道。来看讲，2023年台南甲台北拢发生长期照顾的悲剧，这2案拢伫咧今仔日宣判。台南这案呢是后生照顾中风的妈妈，伊讲的伊情绪失控，才会甲老母抬死。不过呢，高边法官认为讲，这后生有反社会人格，也手段阁真粗残，无要甲伊减刑，是判伊20档。也台北这案是妈妈照顾半岁的后生50档，伊惊讲家己若转去，无人会来照顾因囝，决心了断，先送因囝转去。法官考虑讲，伊有认罪，也厝内面的人嘛有原谅，是甲即个妈妈判刑2档半。新卡马真济上怀老太太被赶去救护车。2023年12月发生在台南长照悲剧，50多岁姓柯查某人照顾中风的妈妈年外，讲是一时情绪失控杀死妈妈，后检方求处无期徒刑，27一审宣判有期徒刑20年。本案造成家人心理重大创伤，被告法律意识薄弱，素行不良，再犯的可能性高。而本件从轻量刑的因素为，被告坦诚犯行，为被害人主要的照顾者，关系良好。虽然姓柯查某人承认犯行，不过国民法官考虑被告有反社会人格，而且手段上暂定状况，认定保护刑法第59条犯罪症状很可民诉进行，免减刑。犯罪在有特殊的原因、环境或情况底下，在客观上足以让一般人认为说，如果判法定刑的最低刑度还是太重，这个时候法官可以依照刑法59条予以酌减其刑。
同款伫2023年发生伫台北，今年会真大细老的福建人烦恼50多岁重度身心障碍后生，伫家己过身了后无人照顾，将伊杀害。法官考虑以真罪，而且亲人原谅，真正符合自首，甲刑罚情堪怜悯等减刑条件，判2年6个月。没有办法用一定的标准去衡量他减刑的这样一个程度，犯罪的历程啊、动机、这个犯罪的手法、家属对这个事情的一个看法，有没有达到可以原谅的程度？学者表示，同款的长照悲剧伫法庭审理的时阵无法度一定的标准，国民法官加入了后，审理会阁会加入社会期待。若个案因人怜悯的程度较悬，都可能会无同款程度的减刑等考虑甲决定。记者综合报道。代表换美金今日收盘的时呢是落1.8分，收伫咧29.953块。副帮会董事长蔡明忠就表示讲，台湾对美国的贸易是顺差，也这对美国来讲是无趁钱。即阵呢，搁当咧谈判咧超关税，代表若起一定会有压力。新台币换美金的汇率，伫拜一起超过30块，拜二开盘继续搁起，以29.92块开出，盘中要加29.82块，起1.15角。未来新台币换美金20多块的情形，敢会成做常态？产业界嘛真关注。台币的趋势不太会有变化。那如果你要看短线的话呢，当然就是缓升，大一点点的区间，大概是29.8到30.3之间。那等这个区间破了之后，再看下一步会往哪边走。最近台币一直在起，唔但讲具体等等的产业，甲中央银行话讲，希望保持30块的大关。就连寿险业嘛，因为汇损影响利润。副帮媒体董事长蔡明忠27参加股东会受访的时阵表示，台湾对美国有真大的顺差，加上进入关税贸易的谈判，台票若继续起，百面会造成压力。它的幅度跟时间，这个当然也要取决于这个我们整个市场它供需的这个状况。我们当然希望的是，台币是能够缓步的升值，这样子的话，对于厂商啊。比较有时间能够因应不会突然的措手不及。台票起的这波嘛，连带影响相关寿险业股价的表现。27寿险概念股，像富邦金、凯基金、甲中信金，盘中股价拢有落，大股大盘就算早盘有起，不过随着个反乌。公司新闻台北报道。好，也讲美国本地对6月开始要甲欧盟扣50%的关税，川普即马是宣布渐慢实施，是带动欧洲的股市汇市大起。欧洲央行因的总裁就表示讲，川普的政策即马是变来变去，最后颠倒是欧元加强国际地位的好机会，无的确会当来代替美金。美国总统川普25暂时收回对欧盟扣50%高关税威胁，同意欧盟执委会主席邦德莱恩的要求，甲关税谈判期限延长到7月7号。投资人总算心情较轻松啊。欧洲股市主要的指数是强势大起，德国法兰克福指数是大起强要400点，法国巴黎更上高会指数也收红。分析师认为讲，欧美的贸易谈判充满无确定性，因后扣关税对谈判有帮助。Trump threatening at the last minute to impose big tariffs on June 1st. Was a very sudden move. It was a very destabilizing move. Now, with the supposedly extra time, it's a way for talks to resume again. I wouldn't say that the EU team can breathe a sigh of relief, because if there's one thing the US has shown, it's that it's willing to make sudden moves to try and take advantage. 分析师阁指出讲，延长期限是恢复谈判的一种方式，目前阁无啥清楚实际分歧是啥。面对川普反起反倒的政策，欧洲中央银行总裁拉加德表示，这正是欧元加强国际地位的好机会。欧元可能取代美金，让欧元区有机会享受一寡较大专属美国的特权。Europe can press home this advantage by continuing to forge new trade agreements, and we should make clear that we support a win-win approach to trade, ensuring that we are the most attractive partner to make deals with. We can do deals too. 拉加德也强调讲，特权并不是天顶落落来的，是一定爱拍拼争取的。欧洲中央银行最新的报告指出，2023年欧元的国际地位保持基本稳定。欧洲定定爱秉行维护稳定法律甲制度基础的能力，来维护投资者对伊长期价值的信心。公司新闻陈伟仁编译。
好，川普对关税政策是反起反倒，也对哈佛大学收外国学生的这个政策敢会变。川普禁止哈佛大学收外国学生，虽然讲今马法院是裁定暂停，不过约7000个外国学生，因的未来也是有真济变数。不过呢，欧洲、亚洲真济间摆名真头前的大学是趁机会要抢人才。欧洲后边这边呢，就启动5亿欧元的计划，希望讲会当去引哈佛这优秀学生转入来提升学术的水准。也亚洲这边呢，日本东京大学就咧讨论讲，要安怎来支持这哈佛学生，甚至讲因的政府啊是呼吁全国所有的大学就要提供资源。也咱台湾大约有52个学生伫咧哈佛读册去受到影响，咱教育部表示讲，会当转来到台湾继续学习，也会协助因顺利来完成学业。大概是讲真欢迎。好，虽然讲即马有真济间大学咧抢人才，讲愿意收这个哈佛的学生，不过呢，即马是离后学年开学剩3个月，要大规模来转学是有真济困难。也另外一个问题是，已经考到哈佛的新学生，因要安怎？若是讲川普的政策无改变，这个新学生恐惊无法度伫出柜进入哈佛来读册。川普政府禁止哈佛招收外国籍的学生了后，香港排名第3的香港科技大学，虽公开表示讲，愿意无条件接受哈佛的国际大学生和研究生来完成学业。在几天内，就已经接到几10个人的咨询，当地做个别的辅导，而且内面嘛有真侪是对香港和中国来的，已经接到录取通知的准留学生。US is becoming is becoming less welcoming towards international students. So I think China has been more welcoming in that regards towards international students. Like they gave me a full scholarship. And so in that sense, I think it's kind of shifting more towards China. 美国上好的大学成全球上好的学生，这种态势有可能出现转变。国际之间嘛开始抢人，目前是包括香港大学、香港中文大学、理工大学和城市大学，拢表态讲欢迎哈佛国际学生来读，而且佮送奖学金、简化就学的点数，甚至伫签证和安排大的部分拢来斗相共。Many of us, hold very similar values, and so this is a chance for us. We feel that we can open up our resources to help these students in need, so that they can continue their academic journey. 日本东京大学26嘛宣布讲，当地研究短期来接受哈佛的学生的计划。日本文部科学省27是呼吁全国各大学提供相关资源。另外，欧盟是启动5亿欧元的计划，想要用这个机会来请更较侪美国的研究人才。佮有真侪有名的大学嘛想要来抢收更较侪哈佛的学生，但是离后学年的开学，即嘛敢若剩3个月，要大规模来接受这学生是并无简单。川普指控哈佛大学是助长反犹太主义、学校暴力和进步派自由主义的大本营，就去冻结联邦拨款，而且禁收外国籍的学生。伊26搁一摆出群，伫社群媒体讲，考虑要撤回对哈佛大学30亿美金的拨款，并分配给全国各地职业学校。佮讲对美国来讲，这是一项介伟大的投资，而且需要较紧去做。公司新闻是会中编译。快转来到咱台湾，立法院台预算其中监察院的业务费用台96%。迄当时监察院秘书长李俊义的出面话口，即马所有人表讲李俊义坐公务车做私人的代志，也李俊义伊是回实咧提出自请处分。那现在如果我们今年这些预算是这样砍的话，那我们政治现金这个案能不能结案？我们不晓得。监察院的业务费予立法院是大台96%，秘书长李俊义迄当阵是出面话口，佮对总预算案的实现开出第一枪，但伊即马方爆料讲疑似恶用监察院的公家资源。相片内面穿朴色顶冠衫的查甫人是李俊义秘书室的人员。日下晡5点，伊方翕到坐公务车去餐厅提餐，直接送去李俊义的徛家，再去接伊下班。互知影当质疑讲李俊义公器私用。下班时间基本上是不能使用的。那你在下班时间，不但公务车司机当你的 Uber Eats， 更让工作人员当你的送餐员。我觉得这样的吕俊义，坦白说，非常的愧对国人。另外，媒体嘛接到爆料，讲同一个李俊义秘书室的人员，伫5日空迄天，嘛先坐监察院的公务车，甲李俊义因兜的狗送去外口的店洗身躯。2点钟后，李俊义则搁坐公务车去迄间店接伊的狗。连续2天，伊毋是公务行程。拢互翕到使用公务车，民进党立委嘛认为讲安尼观感歹。李秘书长他也对于自己的这些作为，他也做出应当有的检讨。
那他的思虑不周，我想社会也会持续的监督，未来也绝对不能再犯。对引起争议，李准义敢若透过文字的声明讲，平常时拢是透过中昼休困时间，家己去接送因兜已经年岁真大的狗去美容，未使用公务车。但是5日空迄天因为公务车无用，这车当日到3天，嘛承认讲无考虑清楚，会深切来检讨。嘛向监察院副院长李鸿钧提出自请处分，嘛强调监察院的业务费用抬掉了后，公务车的油料保险拢是用车的人家己负担。对顶港街会当看到监察院所属的公务车停的所在，对监察院114年的预算书，公务车辆明细表内面会当看到即马停载车拢总38台。经过调查，即摆李准义使用的是一台燃油电的特种车，毋是政府首长的专用车。根据监察院公务车辆含驾驶人员管理要点，公务车的驾驶应该甲车辆经过地点，里程记录拢详细记，用车的人嘛要签名。监察院做咱国上悬的监察单位，每一个机动拢奉用高标准来检验。记者综合报道。也新冠疫情伫咧牙，疾管署公布顶礼拜全台湾去门诊急诊就医的有41000人次，比较前一礼拜是加113%，也当前是增加100过2例，19例死亡。预估6月底到7月初会上严重。不过呢，都有民众讲买无快筛，是药师表示讲，即马当咧增加产量，也医生是建议讲，去年囤的这个快筛呢，就算过期嘛是会当用。还是想请问一下，现在还有那个新冠肺炎快筛吗？很抱歉，目前加油快筛现在没有货。最近国内新冠疫情加悬，不少民众想要买新冠病毒家用的快筛试剂，家己做检测。不过早几啊间药房拢闹空抓，甚至还有里长伫社群媒体铺文订购快筛试剂，有缺货中。跑了好几间的那个药局都买不到。家用快筛试剂的话，叫货的话都必须要排单。像目前来讲，我们现在排单要排到6月26号以后，它才会供货。有诊所医师表示，这波新冠疫情主要的症状甲流感真相像，大部分会发烧、脑痛或者是咳嗽等等，要是爱靠快筛来检测才会知。厝内若是有过期的快筛试剂，要是会当使用，只要控制线 C 迄条线有显示，就代表会用力，要是有效。若是出现2条线，应该就是确诊啊，建议赶紧予医生看。过期的6个月，甚至更久了，事实上都还可以使用了哈，不用说因为它过期了就把它丢弃了哈。特别是现在呢，根本就买不到快筛试剂的时候，你就把以前的快筛试剂拿出来再用，都还可以用了。目前根据业者提出的生产规划，自本周起，家用新冠快筛试剂每周的产量可以达到疾管署预估需求量的2倍以上。药师强调讲，家用的快筛试剂持续伫咧赶工制作，这礼拜的产量已经有到46万支。另外，已经有联络国内连锁药房、甲超商等等通路的业者扩大铺货，民众会当去疾管署的官方网站，去新冠上新防疫专区来查倒位药房有咧卖家用的快筛试剂。疾管署提醒民众，这波疫情按算6月中下旬会达到高峰，建议高风险的族群都要赶紧注疫苗，较袂患着了后并发重症甲死亡的风险。公司新闻台北报道。国内外还有啥物新闻？咱做来看。台北有民众去食麦当劳，食物件时啉红茶时，叫笑是食着塑胶，想袂到是假纸。麦当劳呢，就要求餐厅摒扫消毒相关的设备，嘛有甲人客联络，会来退费甲补偿。也为着要防止票贩仔甲演唱会门票他管价摕去卖，立法院是3读通过社会历史违法法的修正案，若卖恩舞票罚金是2万8，扣悬到3万。也最近才有6大人洗车所发生意外，交通部长陈世凯就表示讲，会甲换驾照的年岁降低，未来若要考汽车、要考奥多麦这个驾照的题目会变较困难。所来，咱来看讲，英格兰卡球超级联赛的冠军队利物浦伫市区游街来庆祝，所有一台车拢过来，害47个人受伤。驾驶这个赛车的人是一个53岁英国人，初步判断毋是恐怖主义的行动。救护车无用在出入事故的现场，真侪人拢因为汽车撞甲遮尔大力受重伤，嫌犯已经互逮捕。英格兰卡球超级联赛的冠军队利物浦游街庆祝，一直看到超路状况的球迷讲，迄当阵代志发生甲真紧，会使讲是一听到连续浪的声音，就随看到有人互弄飞，有的人互交过，阁有人互捲入车底。The car stopped at the scene, and a 53-year-old white British man from the Liverpool area was arrested.
We believe him to be the driver of the vehicle. 另外一个嘛，伫咧现场的救护是好佳仔无代志，伊表示讲车驶起的人行道对伊冲过来，闪过伊的边仔，绝对见到迄边真紧弄过去，真侪人闪开，但是嘛看到车竟然搁在加速，当局当地调查嘛，呼吁卖伫社群媒体乌白传消息。What I can tell you is that we believe this to be an isolated incident, and we are not currently looking for anyone else in relation to it. The incident is not being treated as terrorism. 英超的历史已经真久的利物浦，一个月前有4场比赛状况之下，就以积分的第1名锁定冠军。落尾嘛达成目标，26在市区游行庆功，路线15公里，几十万的球迷参加，规条路人拢叉。球队已经等35年，总算会当大庆祝，却拄到汽车的冲浪。2020年利物浦等30年，总算甲第1个英超冠军摕到，但迄当中因为新冠病毒的疫情，大家是无法度做伙好好庆祝。公司新闻吴文良编译。受到气候变迁的影响，气温愈来愈悬，灾害愈来愈侪。瑞士安尼比苏山的这疾病石头甲土木倒来扬起，也一个一块差不多150万立方公尺这大粒的石头开始厝落来，就是惊讲危险。当地300个村民甲动物是身体里，也澳洲这边新南威尔斯这边偏大水雨，造成至少5个人死亡，更有5万人等人来救。这直升机来回至少150撮。也中东地区阿拉伯联合大公国即马呢是热到51度6，这个气温是创下6年历来5月上界高温的纪录。救援直升机用吊索甲受伤的牛对瑞士闻名的观光胜地瓦莱州撤离。瓦莱州是伫阿尔卑斯山的山骹，当天出世行程含热天健行的活动，拢真受游客的欢迎。但是因为全球暖化，今年春天到上尾的时阵，瓦莱州伫5月上低温是1度，气温愈来愈悬，造成长期冻结的岩石含永冻土解冻，一块差不多150万立方公尺正大的岩石愈来愈冷，一直对下骹出落去。为了安全，防撤离的有190只羊仔、26只牛、20只兔仔，含300个当地居民。In der Nacht gab es dann nochmals auf der Nordflanke und auch jetzt ist eigentlich ständig Bewegung im Gebiet. 弄到的查甫主人当在接受采访的时阵，煞熊红拍灯，是因为查甫主人伫塞车的下骹发现一只规身躯拢土的牛仔囝，是欢喜甲叫出来。澳洲东部的新南威尼斯嘛，伫最近因为连续几工落超大雨做大水，几千人封闭咧只好撤离家园，但是嘛是同款有差不多5万人受困。直升机来回是至少150摆，甲徛伫厝顶上悬的所在居民救落来。当地政府讲大水至少造成5个人死亡，1万栋厝受损。A lot of people with a number of pets. We've had cats, dogs, budgies, a number of animals rescued as well. So there's been a lot of full boats that we've seen. And as I said, we're trying to get along to everyone and as many people as we can on these boats in these floodwaters. 这几十年来，澳洲除了经过可汗毁灭性的大火，这几年佫持续受到大水的侵袭。专家嘛，甲原因归伫气候的变迁。另外，伫中东地区，阿拉伯联合大公国伫5月是破历史以来共一个月的上高温，24时来到51.6度，23是有50.4度。根据阿联的国家气象中心的数据显示，讲较早5月的上高温是2009年的50.2度，另外全年的上高温是2010年的52度。公司新闻新乐杯编译。即马机器人嘛会晓拍木笋，全球第1场人形机器人的这个木笋比赛呢，最近伫咧中国杭州来举办。场场的机器人因是透过 AI 来深度训练，而会晓拍木笋种技巧。也伫咧比赛时呢，是用真功夫来车拼哦。也中国这边呢讲，这毋若是互机器人落去拍比赛，上重要是讲要利用比赛，互机器人伊的表情啦，伊咧耍叮当啦，这个动作呢会当愈精进，也这个能力若是愈稳定，未来对人类的生活会愈有帮助。伫擂台顶，两个木笋怪选手互相咧试探，过来就无客气，正面就直拳甲击倒，就算去用击倒，卖当时刷爬起来，搁再木，看甲边仔观众一直拍手夸赞。这场伫杭州举行的木笋比赛，创下全球头一个由人形机器人取代正人来比赛。比赛规则和正人同款，机器人溜了的骹手，互大家真意外。机器人也要拍木笋，是因为采用电影制作用的动作分析技术。最开始开发的时候，我们是先找了一些专业的这种格斗选手，然后在他身上布置了一些传感器之后，由他们来做出一些非常专业的格斗动作。
比如类似于左勾拳、下勾拳，它一些运动的关键的轨迹。 比如说他的手腕、他的腰部、他的腿部是如何去运动的，然后我们把这样一套运动轨迹的数据映射到机器人身上。开发一款机器人的业者讲，机器人透过 AI 训练甲深度学习，会当甲目前的动作做甲更加水快。不过，目睭金的观众质疑讲，这款机器人的比赛还是训练的过程，边仔拢有人咧遥控操作，安尼就无啥了不起。不过，中国专家讲，操控元素你要是机关的指令。 启动龟兔由大型语言模型驱动的运动控制演算法，不是在操作每一个动作。另外，举办机器人运动比赛目的，嘛不是干那为了比赛。它的自己的平衡能力要足够强，它的移动能力，它的动作要足够的流畅，然后足够的精细，我们才有条件去谈它未来能否去帮助到我们的生活。对，所以我觉得格斗大赛是一个设置了一个极端的考验环境，然后去督促我们、帮助我们去精进这些内容。 业者希望人形机器人有迄种更较会堪要相容的平衡感，动作变较流利、幼稚了，未来会当伫产业甲家庭的使用有更较好的表现。业界估计，中国顶个月宣布讲，人形机器人的市场规模今年预计会达到82.39亿的人民币，大约占全球50%。大无2月的时阵发布的报告讲，中国人形机器人的产业规模已经领先西方。公视新闻詹慧敏编译。 感谢观众朋友收看今日的新闻世界通，明仔载同这时间再会。